在我的家乡，请容许我用我自己的阿美族语跟我的家乡父老稍微简单的告知一下，可以吗？Hai anak koko wilayah ani ni ada saya, jika saya koko awani palas atau jila, tak keamanan ufalo tu aku atai ni, lalu madio, palola kita monan, alai anakku， 其实我刚刚讲到法语了，这样子，没有了。然后我们是蓝星乐团，掌声加请求。我们只带来一首歌，我们就要走喽。开玩笑的。接下来这首歌是阿美族的歌，我们是创作乐团，我们都做比较多属于阿美族族语的歌曲，还有一些生活经验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潜水》，我们所谓阿美族潜水摄鱼都不背气瓶，都靠一个蛙镜跟呼吸管跟蛙鞋就下去了，还有一把鱼枪。对，然后可惜现在的年轻人渐渐的失去了这个传统技艺，所以写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告诫我们自己年轻人能够不要忘本这样子。那因为现在现场观众有很多国际级的朋友，我稍微讲一下英文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night。讲完一句都要加哎哦。Tonight is good night. So this first song is about the mean Burmese cultural traditional. Let's all enjoy to this song. It's spearfish. It's being spearfish. Thank you. 我接下来有葡萄牙文的部分。Hola. Thank you. Takyuan tukuya pacing namo ada tutai la tu idia mitrim tu kita malau aku 自在手里的多少阿嘟嘟爱不自己是把带过阿发阿迪海马阿拉维阿古阿福丁ya pacing han aku ini la liwai ku la fuding oh ya来自神山其中五台乡，不错吧？自在手里的路上路路爱不自己，把那苦阿妈，阿比海阿拉维阿古阿布伊，要把情看那古伊尼拉里怀拉古伊，哦呀。10只手机了，20只，30只，118只。Welcome to Hawaii。Yeah， 好漂亮。老外。
都几大好老哎。好渴哦！现场有没有水啊？好了，谢谢老板。哎，你们先聊天好不好？刚刚有讲过，我是来自都立的哈，就是在地人。那因为夏天要到了，那我们后面这一片海洋它叫做太平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对。大家暑假有空想要来那个潜水啦、冲浪或是滑 SUP， 可以来到我们部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组一个叫做都立海洋教室，大家去 FB 或是 IG 查，打这6个字就会有了哦。因为我也有投资那个教室。没有了。其实这边活动有很多妻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都立海洋教室，上面就有电话了，对。然后大家可以去，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可以打给他们这样子了。然后我本身以前也是差一点是冲浪高手，因为没有板子可以载我的体重，所以目前是没有完整的板子可以把我站起来了。对了，对。应该有10年了吧？不止，距离我上次6块腹肌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1块腹肌比较单纯，你们不觉得吗？生活越简单，对不对？认同的请掌声鼓励好不好？你看这么多人认同，那我就不减肥了。开玩笑的啦。以前我们2个人有8块腹肌呢，你们知道吗？腹肌的英文怎么讲？腹肌，对。我们也是，对啊，好不好？现在只是往旁边发展，对啊。好啦，再来第2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是月亮。因为今天叫做月光海，我居然忘记我们的歌单。今天的月亮会比较晚起来，那我们就因为他还没有醒，我们把它唱到他起来，你们说好不好？好，来带来这首，它叫做《月亮的如云》，不用解释，它是从头到尾都是中文，谢谢大家。你们会这个吗？帮我拍一下吧，快点，对 ，Yeah， 对，怎么节奏不太一样？OK。在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坐在河堤上，看见天空的月亮。
其实我不会，希望大家帮我打拍子好吗？谢谢。在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坐在河堤上，看见天空的月亮，我们举杯把歌唱。我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录音。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也许吧，但是我们还是举杯把歌唱。让我们掌声欢迎高音部的同学捞住。月亮的录音。